平安就是福这一说法蕴含了深刻的生活智慧，体现了对平安与幸福关系的深刻理解。这句话表明，平安是幸福的基础，稳定的生活状态能带来持久的幸福感。首先，从生活的角度来看，平安意味着安全、稳定，没有威胁和困扰。当个人或家庭能够享有平安的生活时，心境会变得宁静，压力和焦虑会减少。这种安宁感让人们能够专注于追求个人目标和梦想，而不是为外部的不确定性而忧虑。例如，在一个平安的家庭环境中，成员们可以安心的学习和工作，创造出更高的生活质量。其次，从社会的角度来看，平安也意味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。社会的平安不仅仅体现在法律和秩序的维护上，还体现在人际关系的和谐和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上。当社会保持平安，民众的生活条件和机会都会得到改善，整个社会的幸福感也会提升。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民生的改善，从而为每个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。此外，平安还是一种心理上的福祉。在现代生活中，人们面临各种压力和挑战，内心的不安常常让人感到焦虑。平安的生活状态帮助人们减少这种心理负担，让心灵获得平静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平安的环境有助于心理健康，能够增强个人的幸福感和满足感。因此，能够享有平安的人，更容易感受到生活的快乐和满足。总的来说，平安就是福强调了平安作为幸福的基石。无论是在个人生活还是社会层面，平安都能够带来更多的幸福感和满足感。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外部环境的稳定，能够让我们更好地享受生活，追求自己的理想，体会到真实的幸福。因此，平安不仅是一种生活状态，更是一种深刻的生活智慧，值得我们珍视和追求。